Hello，大家好！新一年新開始，亦都代表新希望同新嘅機會。我哋1月份都預備咗好精彩嘅 PV 獎賞，陪大家迎接2026年。125 PV 嘅檸檬精油係屋企最常用嘅精油之一。除咗擴香，我都會喺清潔屋企嘅時候滴幾滴，更乾淨之餘，仲留有淡淡嘅檸檬香味。而今年嘅賀年利是封係以創辦人 Gary 騎馬嘅剪影為主題，配上太陽、植物、雨水等嘅自然元素，象徵 YL 走遍全世界，將純正嘅精油帶俾大家。同時咧，祝願大家馬年勇敢向前，迎接挑戰同豐盛嘅新一年。190 PV 嘅 Sensation 沐浴及淋浴露，散發依蘭依蘭、天竺葵同茉莉等精油嘅浪漫花香，溫柔呵護肌膚，幫助營造更舒適嘅入睡氛圍。平時只限於 NFL 訂單先可以買到，記得唔可以錯過啦！300 PV 嘅杜察舒膚膏係我嘅轉季必備救星。每次覺得呼吸道唔順暢嘅時候，我都會厚厚咁塗抹一層喺心口同埋喉嚨上面。清新嘅薄荷同尤加利香氣，幫助舒緩呼吸道不適，而且使用方便，唔使擔心會整污糟雙手。450 PV 嘅 Awaken 係由 Gary 親自調配，集合5種強大嘅複方精油，幫助喚醒潛能；而 Release 複方精油就可以幫助釋放負面情緒。兩支精油疊加使用，可以為新一年開啟更輕鬆嘅心境，幫自己打氣踏出轉變嘅第一步，邁向更美好嘅生活。以上就係1月份嘅 PV 獎賞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更多朋友認識 Young Living。拜拜。